贼古元者，封为东龙大龙主。不怕死的，尽管来！都住手！传龙母旨意，凡我古族弟子，不可残害手足，放下刀枪，手握论罪，其余不问。都听我说！都听我说！休得信她，她只是古元的小妖女。未得龙母受祭，你们勾结魂殿，残害兄弟，罪不可赦。第64代东龙主古元，叩见龙母。叩见龙母。熏儿，爹娘也舍不得你，可这是龙母的意思。熏儿不想去萧家。熏儿，你要乖乖的，爹以后每年都去看你，好不好？一定吗？一定。你姑姑有个孩子，叫萧炎，你要跟他做好朋友。走。不要再跟着我，把你留在萧家，以后古族和萧家才好来往。你快回去啊！爹，我不要留在这，我要跟你回去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萧薰儿。这些都是幻境，我不能被他们迷惑了。我是魂灭生大人的使者，在这里替他看着龙母。龙母果然在这里。萧炎哥哥，原来你一直都是骗我的。你假装到萧家，
假装是我的妹妹。小远哥哥，我没有骗你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不是这样的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小远哥哥，我真的没有骗你。我已经全都知道了，你是小偷，你是来我们家偷东西的小偷。是的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两个再也没有关系了。你走吧。小远哥哥，小远哥哥，小远哥哥，小远哥哥。哥哥，你的萧元哥哥已经不要你了，跟我走吧。这些都是假的，都是你造出来的幻想。小远哥哥根本就不在这里。你的萧元哥哥已经被我锁到祭坛去了，你也一起去吧。做梦！在这山谷里，对不对？那又怎么样？跑过去你会没命的。天马上就要黑了，他们还没有发起攻势，今天估计打不了了。你不了解他们，他们说天黑之前，就一定是天黑之前。西龙主这样的人，不会放空炮的。他们三岛一起压上，我就是块石头，也要硌碎他一嘴的牙。星儿，他还没回来。没有。为什么不让我们跟薰儿一起去？她一个女孩想找龙母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三哥这是看咱们要亡了，先把自己的女儿放出去逃难了吧？不要再吵了。且不说龙母现在在不在雷电岛，即使龙母真的回来了，也会怪罪我们守护不力，古族兄弟之间互相残杀。
我有罪呀！是啊。谁呀？就是那个人。谁？你是？我是血中的范老，文略生大人的属下。既然东营主不想自相残杀，我看我们可以谈一谈。魂殿的邪徒是你，蛊惑我们古族兄弟内乱。东龙岛是不会向魂殿屈服的，攻城就攻城，我们誓死一战。你们还在做龙武回来的美梦吗？这是龙母的命珠。没错，他被我用魂殿秘术封锁在雷电山谷，没有命珠，他回不来的。你的女儿更不可能穿过山谷，这是一个死局。不过嘛，也不是没有解的可能。那三大龙主喝了我的血，宣誓效忠魂殿，现在就差你了。族内有古训，不和魂殿的人来往。我现在出去，他们一时三刻就会进攻。你们知道你们到底还有多少兵？能坚持多久？大不了我再立一个龙主便是。且慢！爹，你要干嘛？如果我喝了你的血，你们能退兵吗？东龙岛的百姓和士卒能不死吗？当然，魂灭生大人慈悲得很。爹，别信他的鬼话。他要是慈悲的话，我姐姐怎么可能会死？爹，你这样干什么呀？我们不可呀！东龙岛第63代龙主无视后人骨下，愿效忠魂灭生大人。天下，嘿嘿，是魂殿的天下，还是五族的天下？多谢范老大人赐血。好，今后古族就归魂殿所属，一切需听从魂灭生大人的调度。你喝了我的血，就和我心意相通了，不要再玩什么鬼把戏。是，古族上下为魂灭生大人之命是从。收拾一下，准备开城迎接。今日4岛龙主欢宴，庆祝古族合一，投奔明主。是，我一定打造城池，恭候范劳大人和3位龙主。
你不知道，古族现在受了魂殿的挑唆，现在正打成一团。你赶紧跟我回去，主持大局吧。真是不自量力，竟敢闯入雷电山谷！刚才要不是我救了你，你早就没命了，知道吗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就是小时候送去萧家的那个。是。那怎么不在萧家好好待着呢？东龙岛有难，是我父亲古元把我接回来的。古族现在正被魂殿势力挑唆，北、西、南借口您的失踪，现在正围攻东岛。你赶紧跟我回去吧。我中了魂殿的禁制之术，被困在了这里，又失了命珠。我法力大减，我不可能抵抗得了这外面的雷电，我出不去的。那怎么办？我出不去，但你可以啊。我是来接您的，我出去又有什么用呢？天意将你送来这里，你将会是新的龙母。我怎么当龙母？你身上有我的血脉，就要继承我的意志。薰儿，我现在把古族的斗技功法传给你。谢老祖宗教诲。我果然没有看错，你是一个有悟性的孩子。出去之后好好修炼，你将来的修为一定不会在我之下。这个卷轴是你四叔买来孝敬我的。我用不上了，你也拿去吧。老祖宗，这是3000雷洞，已经不重要了。老祖宗，您真的不跟我出去吗？我已经散尽了修为，出不去的。薰儿，我还有一件东西要交托给你。这是古族至宝镇天弓，亦是龙母身份的象征。其上发出的剑，能破天下一切邪祟。在我把它交给你之前，你需应我几件事。您说，薰儿一定尽力去做。设计陷害我之人叫范老，他摘了我的命珠，你去杀了他。是。古族内乱，死伤全是我族子弟。你回去后，传我旨意，再挑起争端者，枉杀一人者。
杀之。是。这震天宫里藏着古族最大的宝贝，将来就算你死了，也绝对不能把它交出去。是。我毕生的梦想，就是让古族内迁，称雄斗气大陆。这个心愿就交给你去完成。老祖宗，我怕我做不到。住在海岛上，不也挺好的吗？那是你没出息。你记住，这是强者为尊的天下。古族若不能在危机中存活，那就一定会在安逸中消亡。你身为新一任的龙母，就一定要以古族为重，杀伐果断，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古族立于不败之地。是。你呀，这么小的年纪，用情那么深，将来是要吃大亏的。我刚才在山谷发现你时，你昏迷着，还念着一个人的名字，萧炎，是吧？儿女情长不是好事，你记住我对你的嘱咐。若有一天萧家要亡了，你务必要记住，一定要将萧家的地陀古玉拿回来，绝对不能落到他人手里。这，我不能。有什么不能的？黑暗已至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古族，为了斗气大陆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有古玉在，我们就能有翻盘的机会。可是，如果我这么做，萧炎哥哥会恨我的。忘了你的萧炎哥哥吧。儿女情长，那只能是天下太平才能有的东西。你现在已经是龙母了，就应该为古族活着，知道吗？爹说，都是天地之精华所化。您不是死了，您只是回归天地而已。说，报告龙主，三岛龙主派人叩门，要求进城，请龙主示下。把所有城防的兵器都给我搬出来，没有我的号令，不得开城门。是。
怎么还不动手啊？我好悔呀！我看见平川里有一艘船，那是魂灭生的祭坛与监狱。五大家族的英雄都是他的战利品，他们被挂在那些锁链上，几百年来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不想也被挂在那里，我不想背负骂名。龙是天地间至刚至阳的造物，是天地精气的化身。龙出世，一切黑暗都会消除；龙死了，也不过是回归天地。爹，千万不要啊！我们还有足够的兵力可以迎战。我喝了他的血，本想是为了拖延时间，免东龙岛百姓惨遭荼毒。可是我低估了魂殿的厉害，我现在是越来越不能控制我自己，越来越不能控制我自己。我堂堂一道龙主，就算是灰飞烟灭，也绝不受铁锁附身之罪。愿我精魂歼灭，不再屈服。爹！爹！这个老东西敢骗我！我要把他的子孙都杀光！来人！大人，告诉他们进兵，杀光他，一个不留。是。看见龙母了，他在天宫战仙身边，他用真天宫威慑天下。对，龙母她一定会回来的。你就是第64代东龙主，黑暗将至，你去战斗。爹！
叛贼古元者，封为东龙岛楼主。不怕死的，尽管来！都住手！传龙母旨意，凡我古族弟子，不可残害手足，放下刀枪，首恶论罪，其余不问。都听我说，都听我说，休得信她，她只是古元的小妖女。未得龙母受祭，你们勾结魂殿，残害兄弟，罪不可赦。第64代东龙主古元，叩见龙母。叩见龙母。范郎，你在这等死是吗？我纵横天下几百年，没人敢这么说。现在有了。真的成了龙，坏我好事，跟那小子一样，碍我的眼。这就是古人的威力。凭这几个人就能抓住我吗？他们不能，但龙母可以，受死吧！祭坛再见。又让他跑了。
大哥。墨铁佣兵团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不知道，你去问别人去吧。看一看嘞，你知不知道萧鼎、萧丽去哪里了？不知道。墨铁佣兵团发生什么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真不知道。喂，有没有见过墨铁的萧鼎和萧丽？没见过。记得我是谁吗？当然知道，萧大侠嘛。铁佣兵团去哪儿了？我大哥二哥去哪儿了？说！我真不知道。说！啊，对，上个月有一伙人跟他们打起来了，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去的时候，就一个人都没了。放屁！你们两家一直在抢生意，你现在告诉我这个，快说，是不是你们干的？小大侠，我这两下子我也干不了什么呀。跟你大哥二哥作对的人凶得要命，我派2个人去看看情况，出门就被宰了，尸体还扔在院子里。我一看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就没出去。真的，我要有半句假话，你把我家祖坟跑了。凶得要命。事发之后的一天，有兄弟在墙头上看到墨铁佣兵团的大门敞着，东西都扔地上，然后我们心惊胆战的过去，一看还真是一具尸体都没有，人都走得干干净净的。尸体都没有。是啊，没有尸体，也没有断肢残骸，就仿佛一夜之间所有人都打包搬走一样。打包搬走。要是让我查出来你有半句假话，我一定灭了你们佣兵团。这是第63代东龙主的佩剑，他为了保全东岛，
捏碎了自己的命珠，自杀了。古族经此一役，元气大伤，乱象未平，龙母节哀顺变，处理大事为要。好好保管此剑。我不悲哀，我知道死是什么滋味。带上来。薰儿，不，龙母，我们3个是被他胁迫的呀！对，龙母有大智慧，可通3界，他老人家自然是知道的。龙母，您一定可以收拾人心，再兴古族。是，我们错了。今后我们一心一意侍奉龙母，侍奉龙母。龙母，这事也不能全怪他们3人。要不是魂殿爪牙范老所胁迫，他们也不至于如此。念在他们3人多年来镇守3岛，还请龙母从轻发落。东岛龙主也受到了胁迫，他是怎么做的？回龙母，他老人家捏碎了命珠，自杀身亡了。那你们怎么好好的？这3位岛主世代镇守3岛，十分不易。现在古族内乱，我们的元气大伤。若再杀了他们，想必我们古族也就没有什么人了。在下愿请新龙母以慈悲为怀，顾全大局为重。新龙母？什么叫新龙母？这次参与叛乱的有多少人？3岛将领70多人，还有几万兵卒。兵卒不论，将领收押了吗？收押了。你们进攻东龙岛，并不完全是受到蛊惑，而是早有野心，吞并此地。要我慈悲，很容易啊。可我怎么对得起因此惨死的将士？你们都服了范劳的血，入了血盟，古族留不得你们。传我指令，将此3人废了斗气，流放至雷电山谷。若再踏足古族4岛，哪怕只是一根脚趾头，我都会亲手把你们的命珠捏碎。谢龙母不杀人呐！谢龙母不杀人！谢龙母不杀人！谢龙母不杀人！那70多个参与叛乱的将领，要查清楚喝没喝过血宗的血，喝过的不用查，直接杀掉；没喝过的
摘了他们的命珠，继续带兵。另外，从这三岛龙主的子孙后辈里，挑选出没有参与叛乱的人，带来见我。我来立这三岛的新龙主。东龙岛参与抗敌的将士们，各发奖励，伤者养鸡家，亡者重赏。你们下去，拟个章程给我。是。三岛龙主的家人子弟，只带没有参加叛乱的人来觐见，是吗？是。不问年龄。你们多准备一些房子，等我立了三岛新龙主之后，龙主回去，剩下的人住在城里当人质，取了他们的命珠。是，马上去办。萧炎哥哥，要是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，薰儿来了。爹。吃点点心。爹不饿，你吃吧。小时候您跟娘都不让我吃这些，只有家里来客人了，我才能趁着天黑去厨房偷吃厨娘新做出来的糕点吃。现在家都是你的了，还偷啊？我以为当了龙母就不用被管着，哪知道拘束更多呀！案子上放的水酒都是用来看的，不能真喝。吃饭的时候，那点心就只能吃一块，也不让多吃。脖子痒了也不让挠，说要有威严。哈！你还以为你是个孩子啊？现在可是龙母了，这些规矩当然得守。今天我在处置三岛龙主的时候，我心里都打颤。要不是答应老龙母必须要这么做，我可能就一时心软把他们给放了呢。薰儿，你做得很好。爹，老龙母说，古族之所以一盘散沙，不能像其他家族那么兴旺，就是失之于宽，才致使兄弟手足相残。从现在开始，古族就要重新整顿，严刑峻法，只有这样，古族才能壮大，才能称雄斗气大陆。爹，你说老龙母说的对吗？原本我以为，咱们古族远避海上，就算不能称霸，能一世独立也是好的。可现如今，魂殿的魔爪已经伸了进来，恐怕咱们想要偏安一隅，也是不能了。薰儿，你现在是龙母，古族的未来，你该多想想了。古族的未来，这目标太大了，我不敢想。我现在只想回塔格尔荒漠去。薰儿，爹知道你很辛苦，爹也心疼你。可你毕竟姓古啊，这里才是你的家，你该把心放在家里了。你要回去，是为了萧炎吧？其实，我也应该跟你一起回去的。
小组长把你养这么大，这么些年，他也是你的父亲，我至少也应该回去跟他说声感谢，顺便给你姑姑上个坟。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毛毛躁躁的，怎么还像个小孩子一样？现在要走了，古族上下失去了主心骨，刚刚平定的局面，要是再乱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他们萧家现在自身都难保，你要回去，爹不放心。萧炎哥哥他说一定会保护我的。傻孩子，你想想，你这次在龙岛九死一生，怎么没见他来救你啊？他一定有他的苦衷的，就是不想让我去找他。我回去了。薰儿。萧炎哥哥，你在哪儿？这个时候你要是在我身边多好。这么好吃的点心，我都没有心情吃了。传我指令，把城门锁上，许进不许出，盘查城内所有携带兵器的可疑之人。是。昨夜我险些被人刺杀，说明这城内还有魂殿的余党。龙母，今日我们已经在查了，宫禁之中也要查，务必找出还和魂殿有联系的人。魂殿视你为眼中钉，派人潜入城中找麻烦，也属正常。而且他们在暗，我们在明，这事要查只能暗访，太过急躁反而会中了他们的计。四叔呢？回龙母的话，他今日告病了。什么病？有没有派人去看？爹，他醒来了。拜见罗母。四叔，病了。我是薰儿。病了。请过大夫了吗？来过了。
是些跌打损伤的药啊。四叔，你跟谁打架了？这么不小心？我看看。你要干嘛，薰儿？我猜就是你。薰儿，你要干嘛呀？昨晚的刺客，魂殿的内应，快点把他抓起来！薰儿，你这孩子怎么不敬尊长？我爹呢？请他过来。薰儿，他可是你四叔啊！难道你要像对付其他三岛龙主一样对付他？不抓他是吗？我这个龙母也不用做了。听他的。你们进来，把他带走。哎，我，爹，你别管。啊！你俩轻点，你们轻点儿。哎，爹，二伯，怎么了？三伯，龙母要抓我爹，说他是魂殿内应啊！爹，他们毕竟是你的亲叔伯呀，就算他们以前糊涂过，有过投降的念头，但也不能说明他们就是魂殿的人啊。爹，都这么久了，你还看不清楚吗？薰儿，你才当上龙母几天，怎么就这么不近人情了？他可是你的亲叔叔啊！好，我证明给你看。今天是薰儿鲁莽，我已经说过他了。明天我就要走了，今天我是来跟大家道别的。薰儿，这么急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不走，只怕有人会心不安。你们下去吧。是，龙母。四叔，昨晚的刺客是你吧？二伯，昨天晚上另外那个人是你吧？昨晚袭击薰儿的是你们？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爹，你对二伯四叔有情有义，可他们未必有。其实，我带龙骑兵去救我爹的那天，心里就有疑问。叔伯久经战阵，若真有心对敌，为何让我爹一人应战？连后援都不备，更何况东龙岛危急的那一天，只有我爹一人在城下，不顾生死，与敌人死战。那个时候，二伯、四叔在哪儿呢？是等着我爹身死，东龙岛城破，自己还能苟活吗？
正是3000雷洞下卷的斗技卷轴。萧炎哥哥第一次进萧家斗技阁的时候，拿出来的残卷就是3000雷洞的上卷。因为这个事情，我的另一个爹萧族长差点杀了他。因为3000雷洞的下卷在血宗的手里，萧族长怀疑萧炎哥哥要拿着上卷去交给血宗。这个下卷是我在雷电山谷龙母给我的，她说这是四叔买了孝敬他的。四叔，请您解释一下，您怎么会有血宗的东西呢？薰儿，我承认，这东西是范老给的。其实早在5年前，范老就已经在我们古族活动。他先是策反了其他3岛，最后才来拜访我们的东岛。这事我知道，我们当时不是拒绝他了吗？我的好三哥，你不要太天真了。你认为事情就是这么容易可以解决的吗？弟弟告诉我，但凡血宗起了念头，他就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那时范老已经激起了其他3岛龙主的野心，就算我们咬死不答应，他们也会联合起来一起攻打我们。最后无非是给我们的东岛再立一个新的龙主和龙母罢了。所以你们就答应了？在座的都是明白人，我们毫无选择的余地呀。但是那时岛上却有3个顽固之人：老龙母、老龙主。他们2个是那种宁可玉碎都不会瓦全的人。最后一个顽固之人，就是三哥你了。当时情况危急，为了保住东龙岛，我们只能先定个计策，答应了范老，换掉龙母，然后再让其他3岛龙主围城，迫使老龙主屈服。我去谈判，生死之危，你们也不来救我，就是为了除掉我是吗？是吗？算了，其实我们也不想，我们也是为了古族啊。范劳他只是要求我们中立，这样的要求过分吗？我要是没去过雷电山谷，你这么说，我可能真的就信了。可是龙母又告诉我一件事情，范劳要的不是古族中立，而是我们家族的地陀古玉。他不给，你们就把他囚禁起来，用机关算尽，逼迫爷爷不顾我爹。这件事情跟地陀古玉有什么关系？你们要是不想在龙母那儿知道些什么，为什么不直接把他给杀了呢？把他囚禁起来，不就是想知道地陀古玉的下落吗？竟然想在宫里！你们昨晚袭击我，为的也是找他吧？龙母叮嘱过我，古玉事关古族和斗气大陆的未来，就算我死，也不会把他交出去。
就为了这个，死了多少人？说什么千族血统，说什么为了保全古族，通通都是假的。你们就是贪生怕死！原本以为是你不懂事，到头来还是我们这些大人让你失望了。薰儿，你走吧，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不值得你留下来。爹，我是要走，但不是因为失望。古玉在我身上，我走了，那些邪恶的人就不会难为你了。你现在是东岛的龙主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把东岛管理好的。我以龙母的名义判处二伯四叔终身监禁。薰儿，如果有一块玉就能保全我们古族的安全，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、灭族的可能去对抗魂殿呢？那我们都投降算了，把我交出去，把震天宫也交出去，大家都安全了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就是不懂？我做这些都是为了古族好。投靠魂殿是为了古族好吗？因为害怕邪恶，就把自己变成邪恶的人吗？二伯、四叔，我真的不懂你们，我不懂你们的世界。我和萧炎哥哥跟你们大概真的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吧。你们喜欢阴谋、背叛、杀戮，信奉弱肉强食。你们不在乎邪恶，因为只要能达到目的，你们自己也可以变得邪恶。你们要我承认，因为邪恶难以抵抗，就可以屈服。我不同意。通过阴谋、背叛，能够得到好的结果，我不相信。魂殿、血宗并不可怕，他们曾经失败过，将来也一定会失败。薰儿，薰儿，小哥哥，薰儿，薰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给我的命珠裂了，我以为你有危险，正要去龙岛找你呢。我没事，只是家里出了一点意外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我正要去塔格尔找你呢。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的命珠裂了好几次。我现在继位成龙母了。原来你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真是苦了你了，了不起。周领导师，
之前我回斗气大陆的时候，就已经跟驻领导师会合了，我们正要去找你呢。找我？是的，萧炎。薰儿说这是去塔格尔荒漠的必经之路，没想到真的遇上了。赶紧跟我走吧，还有很多人等着要见你呢。好，走吧。